神都係人嚟啫，能夠把握自己條命，佢咪神。我聽人講呢個世界有種雀仔冇腳嘅，佢只可以一直咁飛啊飛，飛到攰嗰陣就喺啲風入邊瞓覺。呢種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，嗰次就係佢死嘅時候。我要長咗一世，就1年、1個月、1日、1個時辰，都唔算係一世嘅。你越係想知道係咪唔記得咗嘅時候，你反而會記得更加清楚。我曾經聽人講過，當你唔可以再擁有嘅時候，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令自己唔好忘記。曾經有一份至真嘅愛情擺喺我面前，我冇珍惜，到冇咗嘅時候，先至後悔莫及。塵世間最痛苦，莫過於此。你把嘢喺我喉嚨度拖落去啊，唔需要猶豫噶啦。如果個天可以俾個機會我翻轉頭嘅話，我會同個女仔講3個字：我愛你。如果係都要喺呢份愛加上一個期限，我希望係10000年。不過教精你哋，千祈唔好以為自己係天才。點解啊？因為真正嘅天才只係得2個結局嘅啫，一係早死，好似唐迪生咁；一係就癲咗，悲劇收場。唔明啊？因為天才永遠都唔肯同世俗妥協噶嘛。1997年過去了，我很懷念他。要永遠愛一個人，同永遠恨一個人，原來都一樣咁難。我決定留低，最主要都係為咗個仔。以前我仲以為我同家姐會唔同，而家行咗半世路，先至發覺，原來我都係跟喺佢後邊。